哦，这猪皮很香哦。我又要说了，我爱猪皮爱到可以变成成名猪皮。对，大家我动爱米油，去了改油。这个不要该给油。哎，好。2只手，哇，有没按hand刀哦？半天过过，大家你落去睇睇學起來嘛？放起来。哦，好香哦。你這個台灣得幾多年呢6年，唔是才幾多年？22年。 22年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廣東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係民族。係中發票。因為東歡喜又過來到新竹市啊，特別幸福用哦。特別來到咧哦，其實特別是不管是它都江條前面，在講你休息的時候都會看到這邊是喜來郎往的科技新貴啊。哎，真嘅，唔單止是科技新貴哦，你一片嘅撩人家音美動到哦。真嘅呢，來到新竹啊，特別哦。滿那也都係美食，即便是你青菜行業都一件一幅地圖，沒有太重譜哦。我老講，香港根本嘅來賓哦，一個料理嘅經驗超過30年。哇，真勁哦！厲害哦。等下張來看一下。好3號人呢馬上來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以前來分享到嘅係你阿亮哥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資料。我看下藍色的一片係韓寒，有沒有韓師傅？大家好，我係葉玉涵。3號人呢分享到我哋阿祖，佢係兩公婆共下來參加哦。來分享到係子修哥、劉純雅，繼續分享。大家好。哇，夫妻貌哦！我看下藍色的一片係來自竹北嘅親姊妹，羅劇遠老羅劇蘭。歡迎。好，那先來看風吹哦。陳彥靜呢，佢係欣賞哦，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是，而且我剛剛了解陳彥靜呢，佢教嘅會了，拜託，你教佢係佢講嘅唔點樣強，哎呀，他唔是咧，我挺強誒，認真學一下，認真學一下。好啦，老師老一個師長哦，像講一下，都一個新竹市啊，到尾嘅，要推薦嘛個好教好料嘅冇咧？哦，新竹市最好料、最睇見嘅圖書館哦，都係應該科研呢一片。哦，其他圖書館呢，也係以森林造景的方式哈，都是最大的，嘿。哇！還有其他片呢？不是順豐都係動到嘅書拿係冇？係錯冇唔錯。睇到啲動案咧。係錯。哎，唐公子修哥哦，他非常厲害，一個 T 哦那個。節目真歷史中，當日早晨5點半去參與豐益水庫。哇！來回差不多20公里咁樣。當然。難怪兩位看起來都像係張鐵鳳中央，按這個長的，像新婚夫婦一樣。係啊，對啊。小嘅圖書館其實動好高，不過竹北呢一片哦，未有一些景點我哋推薦不大家哈。竹北有買個好高嘅所在嘛？夜該鳳岐日落步道。哦，你看日落有一段有sakura啊，一團哈就。種樹啦，所以咁正。哇！我家下開創嘅時間唔係就小解講，就今年嘅來賓就超過30年唔係歷史啦，經驗嘅兩年熬年，就兩位阿姐。哇！等下慢慢讓大家好好期待一下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今日我發睇下都了解到菜體有乜嘅代表嘅景點嘅，馬上就嚟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次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跳下來大屌絲咯！到體育館地度，開始㗎，馬上已經丟出會較清好嘅東西咯。先嚟問一下你風吹，陳彥先生，你下蘇杭地位也嘅係做嗎？做嗎？哇！你自家做嘅？係自家做嘅。咁佢咩有哪呀？自家做嘛嘞？做嘛嘅料理咧？做馬牛炒板條。做馬牛炒板條，咁啲下嘅有乜嘅特別嘅故事冇咧？其實應該是食過阿婆做嘅，做嘛哦，我特別講嘢哦，當到雞肉、鴨肉、豬肉。身體其實落個做嘛，個魚尖，而且是溜出來，然後切來全部是脆
最少来安些，让些嘛做得。好。 风吹哦，我们今天的子修哥、泽神已经先锻炼好身体了，春燕姐又是老师，一定没问题的。六嫂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加油！哎，咱嘴里阿片个秘密武器哦，冻龟。嘿，今日带来系嘛冻死？贵族笋干。冻龟。即家做诶，即家西诶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，不过你一看有冻厉害嘅贵族笋干啊，因为哪里做埋料理咧？做贵族笋干炒松板肉。哇，你看贵族笋又贵，葱板肉冻贵，所以你要吐出来一定冻好选。啊，你要吐出来，等一下除了用个自家做嘅贵族笋干，还有买个透透嘅小秘密做咧先到大家讲一下冇？ 用緊雞腰，自家別出來嘅嗎？雞腰，哎呦，叫佢雞。好好好，觀眾朋友全躺學了哦，所以等下做啲好期待一下，今日比賽有信心冇？有，當然有哦，加油加油！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獻草，你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莎開始咯。 今日你下關哦，實在一有看頭，因為你看下師傅級嘅，那個欣賞級嘅，哎呀，你們也一聽都好食，一聽都好食。好了啦，先來一道別看啊。對，哇，這個乍看那個滷好嘅走馬豬肉嘛，這豬皮很香哦。我又要說了，我愛豬皮愛到可以變成成名豬皮。對。 哎，真的看起来很好吃哎！还成名猪油、猪皮啊、猪油我都很爱，所以客家小炒可以说是我的代表菜色。我的人生座右铭，客家小炒。对，小炒。所以你要錄嘅差唔多有幾久啊？我有4日咧，今時你就做得咧？一天前。哇！熱梅好就好哎。老師，就炸掉個變湯。哦。變湯加落也就是好燜熱。 哦，重熱啦，因為有樓酒嘛，哈，我看熱，哦，子修哥在幹嘛？手部運動，復健，板條很硬啲，按摩，馬殺雞。不，你看，你個地位都，嗰下子上後面又加埋東西，香油哦，係因為驚怕等下炒嘅時間會硬起來係嘛？冇錯。哦，到底咧大家紹介一下，今日炒板條就買食材嗎？哦。 風菜頭，然後切絲哈，然後香菇下邊嘅啦，按摩差唔多嘅哈，用下邊熱梅哈，然後呢，我現在準備了啲炒嘅料哈。好。今半夜嗬，撈子修哥強下來嗬，2、3道我卡嘅時間要先討論一下嘅款工。我同埋就炒麵啊，我睇出我炒麵，阿幾係切菜。好。 好，我用先備料，等下我倒上來，好。好。各位朋友，大家來拜師咯！先生好，先生你好。你先來紹介一下，自家今日帶來嘅所有食材。因為我哋今日貴族餸緊咯，我訂到件乜嘢下？我先去邊下。啊，我當我係咪有似啲雞油？呢個邊個雞油？錯。一撈件本件乜嘢下？係啦，我講順環就呢個雞油等我試咯。一邊用嘛，因為用嘛老竹筍真要合。 哦，真講啊，很配啊，哈。係繼續誒。人講用啥係有伴奏係冇？來來，自己介紹一下，你用啥口呢？煮本飲食嘅因素加起來哦，怎麼幾用啥下多？你們最多一次煮給幾個人吃？大聲講。我煮給250個人吃。哇，很多誒！你水豆哦，煮本。 4000人咋？哇！啊，我哋鬆板咯，我哋。哇！係。都學搞煮本學生嗰時未煮啱好哦。煮本學生嗰時可能冇啱好啦。要看學校給的預算啦，哈。對啦，錯啦。一個窮朋友啊，嗬。冇啱好買嘅都。係啊。我留住煮本。係，啊唔過一般嚟講，你順幹，他少炒窮朋友。 你也較貴，他冇用用，係啊，用半斤半銀就愛來做咧，細細嘅時節，然後
等新竹嘛，新竹讲3度报山啦，嘛该竹笋东道啊，嘿，竹笋系青岛。好，我先问一下，你等一下嘅抢朋友，先帮你录一下吗？爱录一下。好，等来见。好，我先处理嘿。哇，这个重点来了哦，那个猪肉先10個位係冇？嘿，10個哈。我說壓地做的車夾色。嘿，錯。哇，那我可不可以先来一个2片？我是队长都没有说了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可以。队长先生啊！哎，2只手，哇，用不会按燃刀哦。係啦。他騎車也是2只腳。他停手。哇，你還去退休嘞嗎？好嗎？我要來試吃看看咯。可以。還是要泡泡嘅。好。用的豬肉比面趴板還多。係，好食吼。已經浸過有啲米以外吼，底下它當然呢，肉質當然。我看個節目應該是啲咧，尤其佢食到泡泡哎喲。睇嘛，配湯。配湯。老豆嘅調酒。對，係補藥。分工到此為止。對，我部分做好咧，關鍵。都唔得幾多個啊？我自主動加咧。係錯。哇，很澎湃，火熱辣題吼，水題係210區哦。像我冇向下做菜當歡喜。係錯，係。平常時煮飯用啥都向下。冇記住，係冇煮。因為你都冇慳啊，做而家嘅處理。係，係咪啱啲係冇慳？好行程下多。係，啱唔啱轉係慢啊，係。家下加係嘛嘅，配湯。係配湯。哦。然後香菇湯。一泡香菜哦。叫菜。好，安用差唔多嘅吼，好，加油哦。好。係。阿姐。我嚟炒緊嚟送朋友嘅。哇。滷頭油係麼？滷頭油跟嚟椒嘛，腰粉。便利粉係麼？便利粉，還有椒。有椒。高粱嘛，吼。加黑呢？這都凍種膠啊，有媽媽的味道，很好鮮。係啊。米湯好鮮。當中啲頭擺有冇攀咗㗎嚇？即係有冇混順過呢嗰種米湯嗬？係錯。便利粉係麼？便利粉，還有椒。有椒。高粱嘛，吼。加黑呢？黑色咧全部高粱，燒錢都好咧。黑色咧全部高粱啦。你們壓力很大哦。唔會啦，唔會啦，迄個生意向下來向下分享，係啊，關係，係啊。所以你要還要走團膳啊，哈。要，係。我問一下師傅，大擺看到咁厲害嘅攞餅攞嘅時間，你走師傅會有什麼感覺嗎？硬撐啊！就是我做要當好嘅搞料啊，睇下。睇搞料，錯。結果呢東西啊，嗰啲東西睇下黑向下，結果將茶弄歪。係，當好啊。煮嘅菜都會見嚟見好食。你好謙虛哦。好嘅就係咁嚟。好男人呢。係啊，我老師傅請教嘅時節，將伊團膳生意呢，該要做嘅改變一下。哎呦，閃啦！係啦。好，我們來倒數哦。好哦。好。煙草馬上倒數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！馬上就要試試看那鐵管地度奶水料理較讚的哦。好，我相信觀眾朋友家看電視機吼，可能未看到當上會落去食飯呢。因為呢兩出正經講都係客家嘅速度菜。現在試試看那鳳脆嘅，那個鳳球炒飯條。哇，那個蛋槍是那個飯條吼，有本到那個皮頭，那個鳳球嘅醬料，就是粉條，當一米，那個香料又當沾到。陳燕琪，你剛頭前有講到也係像做頭擺阿婆媽媽嘅米湯啦，你這個安樣做出來有滿意冇咧？要哦，要長哦。子修哥吃到米湯樣辦？當好些，真經好些。韓國子修哥家下講攞未動態，因為先攞去做一下香蕉，所以該飯條唔會黏黏嘅。兩位台師傅你攞幾條你公平一下？
香味又出来。哎，东香啊。像咱阿珍是到嘞，非常棒。嘿，因为蛮有创意的一个嘿，是那个炒饭，我都唔要炒半条，还会炒面。哦，炒面没冻好食，没冻好食。你过来试一下，也贵着笋干炒香板肉。要笋干哦，吼，因为佢 T P 有用嘅雞油落去，安樣，哎，反正就係頭擺阿婆嘅米湯啦。但係笋干暗甜，凍好食，很脆脆嘅。非常好食咧，老家呢，饲嘅個竹筍哦，冇中央，係，啲肉凍嫩哈，多少辣好，要凍好食，子修哥吃到牛板，這都凍種膠啊，有媽媽的味道，好好食，係啊，非常好食。當中啲頭擺有冇pan做㗎嚇，自己有冇換筍乾呢嗰種米湯嗬，係就係，好食，好食。阿姐，牛板很厲害喏。冇厲害啦，你不看你住家10年了呀。就咱阿珍去到自家做樣板，凍好，因為細去到台，教了煮牛以後，就感覺冇窮樣，到底係哪件係學教嘅小朋友安有福，做得學到安好食嘅料理咧。真的。哎呀，現在報名還來得及嗎？現在哦。哎呀，你來不及了啦。啲香咪挺老的啦，當然。我專經好食兩組吼，難分難捨，都在市府營養班攞拼負嚟，夾夾嚟看哦。好，今早嘅時間呢，馬上就會到誒，阿子龍師傅搶本書，藍水一副。好，你下看玉漢阿姐搶本書。子龍講搶講題。兩嘴攏做到十分好，因為攏係客家人的泡麵絲哈，然後無些風吹嘅原因係，佢半條處理當好，但是啊，我做有些大數就係挑牙挑多，各位做埋嘅肉，那個略嘅煸一下，可能又會較香，因為我做嘅肉處理都當好，半條係咩當好，主角都很好，就係配角可能。下一些些的嗰種感動啊！你就不要理配角啊！我先強勢一片呢，就係筍乾米絲當好，但是我做有些大餸就講建議啦哈，一筍乾都混體位嘛，混體位放入來以後，出隻就按嚟落去煮，冇用油再去炒一下哈，因為冇按條件啦，同冇按香啦，咁呢家冇按出來，佢會有得一絲絲咧，就好啊。好，按你我考好食啦，謝謝。邱師傅網友的公平。我先講南翠嘅貴竹筍哈，自家做嘅，用米頭做嚟貴好，醃製的那個鬆板肉，那個脆度口感又做出來。唔過吼，建議失敗，一強嘛吼，做得拿失敗別個。哦。一香米會出現3種層次的味道。按呢火鍋吼，米頭味夠好，風吹吼，它那個紅糟醃製的那個熟肉，醃米土歸好，差一點點是我希望下一次一開陽吼，先別個，一香米會夠好，乜嘅先別個？開陽，它的蝦米開陽，阿金啊，好，嗰首兩組呢都有一個關鍵，就是講大家東西都先別到。故所觀眾朋友都不卡咩做嚟吃早餐啊！唔講你生下來參賽者睇起來休息一下，就可以下今日子龍師傅帶來乜嘅好料理，我來留睇下分享哦。食材好料理。好，新嘅一季當中呢，子龍師傅嘅料理有一些變化，慢慢的一來一掃回散。唔講呢，維持下嘅法拉必報花美男的路線。花美男。好，今日菜苗都嘛咧？今日要做係燕麥橙汁菠蘿。哦，可以係食材。主要咧就係黃梨，而家香港人講嘅黃梨就係菠蘿。都再來呀橙汁，柳橙汁留新鮮的柳橙。用下去打，然後加糖去煮過嘅，嗰啲啲咧，好簡單嘅橙汁。我再來就係一般的櫻桃，一般買到嘅脆薯粉、燕麥片、杏鮑菇，有人就快速來做。好，實在好料理哦。今日做嘢就算仔菜啦，就按嚟切一刀團一刀冇團。哦，怎麼咁樣切？當然底部要塞一黃梨。哦。
在房里去炸呢。啊，至于该下阿柱哈，会冲的虚街小干叶花美男有什么感想？当翻译。人家荷兰血统呢。冇安呢啊！真紧哦，咩功效哦？又染刀哦。係啊，當然刀啊。荷蘭啊。荷蘭啊。咁當日再講佢就奇怪啦。講我乖乖哦。而家留一房里嘅肉熱出來啊。切出來。切房里嘅水姐係唔係總得換到水啊？房里都唔係苗到水，因為會濕埋會爛。房里都唔係洗水。不是嘛嚇。鳳梨對團扇來講，咪係當隻用到嘅食材啦，嗬。要上下會用到，會用到。係啊，老鳳梨其實啊新收體伊多誒。嚇。然後食咧。一般先看冇拿來。像你就是沒有做過團扇，那個預算多緊啊！當然是當然。咩當然啦？一切好嘅嚇，先包括廿嚟加一道台都冇。夾到凍昂。放啲就夾落去。夾落去嚇。呢個華爆啊嗬。咁嚟，鴉片都要爆香啊，鴉成攪粉嘅。用一些蒜絲。蒜絲？為什麼？蒜絲哦。鴉粉嘅加一些蒜絲給炸起來咪香硬。真的哦。係啊。好熟。咁會要蒜啊，用純粹米湯咩唔怕？因為嘅蒜佢煮到油以後佢會化。唔可以講真嘅按蒜。多一些水。大家有按樣試過嗎？冇呢，冇試過。蒜絲冇試過，我冇試過。我哋一塊石嚟炸呀，一分嚟攪好嘅。要加些蒜絲以後佢炸起來會較香，會有空氣嘅感覺。還有空氣嘅感覺，佢炸起來就會較熟。媽咪燕麥不用一起嗎？燕麥片係清黑嘅做法，清黑就按嚟當簡單就按嚟。溫的這些。哇！那燕麥唔是用它泡啊？唔是燕麥，佢完全唔是處理，因為一般佢都酥脆脆油嘛，按下一邊開破嘅哈，一些油哈。那快佛哦，我還以為是做冷沙拉這樣，溫沙拉。它是類似溫沙拉。而家做到煮好嘅橙汁，放落去。先加油哦，一些的油，係咪較緊條？煮俾起泡來，鴉片咧東西倒落來，就咁簡單。所以無論係嘛個醬吼，炒過以後，佢會下香吼。煮俾起來，安尼啲。也可以。剛才師傅咪就講過，像咧加熱以後啊，啲蒜味會轉甜。呢度蒜撈蒜絲加時節會轉甜。要打好嘅，變過來。打好嘅。一般做水果菜哦，它冇添香料。你講真嘅，要有一些添香料，就會用些薑麻啦，都有也可以啦。一般還是唔會加。我假是加薑麻，小朋友就是唔敢食。都得加薑麻。一些薑麻麻咧，哇，用落去就做得嚟。哇，真係好漂亮。一炒起來一當緊條。當緊條。真係好咧。東江。一下豬骨就要出來，這個麥片就要出來。它是主角。燕麥。燕麥。橙汁菠蘿。而家熟好嘅，咁樣醃好嘅。來倒下啦。很安用哦。很簡單的一種當開胃當最外層的。釀雞燕麥。裹上去。過後要燕麥以後，燕麥唔會軟嘅，過後會酥酥香香，我覺得有一種淡淡的奶香味。哇，好讚哦！開胃。魔鬼係可以串湯嘅那種。這道菜係有源自於哪一道菜發想嗎？我傳遞按台客，佢睇到係西式那個糕點的。好香哦！你這個台要幾多年呢？6年。唔知。要幾多年？22年。22年。這道菜係有源自於哪一道菜發想嗎？沒有呢，就有一天在某個時間煮後，周公跟你講，後面就感覺香多了。你看香多哦，沒看過有人這麼驕傲的哦。櫻桃就會夾色的啦哈。他會切過，佢地陪摸子汁呢哦。
也本来就冇吃的。哦，哇，没想到你那么细心哎。哎呀，要就摆盘拎的啦，就是我看到，哎呦，按酱色，然后色。我看你按台口，你口袋还西式那个糕点的。好，来，给面燕麦橙汁菠萝。按钮就后 C 喽。好，两出料理呢，看你都会做些，就觉得蛮惊喜的。之前我有看过啦哈，两个人都燕麦。橙汁菠萝，好，你来吃吃看哦。哇，其实小朋友看到当北就镜头给徐姐什么动饭体，有点像在吃生日蛋糕的感觉。对呀，好好吃哦。其当中迄色嘅pan做噶哈，有一种甜点。他们讲我想到佢係很饱骨哎，非常好吃，酸甜酸甜。还有吗？好好吃哦。还有。陈妍希，你知道嘞？冻好吃嘞，酸甜，然后软燕麦冻切。好吃。里面有温度嘅有冇？柳橙汁嘛，橙汁，真的非常好吃，而且它没有在调味了，某个加桶诶。只求个人称用版。非常好吃，也吃起来哈，该먹也甜没酸。对。你袂拄汉堡骨爆锋哩，两种的想法可能大家就跟唔识想过。就算是我们做了30年的姐姐，都冇按用做工呢。对，冇按用做工。很火锅，大家。你落去睇睇學起來嘛？學起來。有。旁邊有架子團扇的，大家問哦，這個在哪裡學的？因為講嘛來。那講對一家之主的，然後說我自己發明的。幹嘛用講？我真更厲害了哈！厲害！層次感入口，哎呀，那個感覺有一種感動，是懂啊，酸甜的味道，又層次感又很一層一層。這種異國料理哦，荷蘭式的一定要問一下玉涵姐，你取到阿兩個種樣辦？也個吼，釋放落吼。咬下去會是把軟，然後又是把燕麥酥脆度，長輩非常適合吃，所以好吃，非常驚豔哦！家是都會給做米通的，全部都會甜眼呢，都是天然的味道，沒有經過調味，太好吃了。好，唔過呢，條前一畢業，馬上選了金行最杯米館嘅挑戰咯。百變料理網。兩嘴愛喺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指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亞關唔但將係比美食，咪愛比創意哦。到底乃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王，一家之主，你誰來上菜了？耶！其實哦，慶祝嘅菜題動到嘅鐵山，譬如講咩？米粉嘛，米粉啊，都有特富義公園啊。不過，今日我調出了兩套具體食材哦，厲害哦！之前就出現過。好，大家打開了就係水蛋蔥。我第一次看到完整的，有點壯觀，有點嚇到我了。觀眾朋友，這不是蚯蚓哦，好啦，我水蛋蔥係做得食的哦。哪啲啊？北埔、南埔都有嘛。唔講顏色到嘅，全部都有切地啊。切地，我覺得完整呢，難怪那好誒。你有咩款嗎？這要發揮創意嗎？故意挑選的啊。你說直接這樣叭。啊，龍有什麼想法？可能會來做派，像布丁派一樣啊。然後就是用酥皮，剛剛切兩塊落去，還會變一些起司、奶油。我想吃哎。包起來，會莫被再裁成亂包，會黑芝麻會烤啊。感覺很好吃。可能會做安尼創意啦。不過邱師傅、玉涵姐，每日準備一套動力好一個變法，對吧？兩個都得做焗烤。焗烤。對，你跟很多蔬菜烹它，做一些焗烤。哦，撈去做臘腸蓉，就是在上面切片，不用都當白，係嗎？對，然後下面墊很多蔬菜，節瓜啦、馬鈴薯啦、紅蘿蔔啦，那我們煮白醬，然後撒一些起司絲，做焗烤，這一年能夠好食一個米頭啦。係啊，
所以水染葱冇停錯做得做主角，未做得做配角。好，大家做得上看一下，到底有用配角，到底有用鋪角，全做得。馬上就來進行最分迷館挑戰。觀眾朋友，你有想好冇？一個水染葱呢，除了傳統的食法，有乜變化呢？先來問看下馮翠，馮翠，請問一下，今日帶來的菜名我都乜解？水染葱配卵。哦，我來配卵係冇？沒錯。哦，咁又係嘅，有乜解特別嘅意涵？又係講有哪特別嘅食過係冇？你係最簡單放棄來煮食。哦。配卵最簡單，就話煮得咧。哦，來幫等卵哦，剛才變化一下，來變化一下，都沒有跟各位重複到哦。沒有，厲害。好，馮翠最杯迷館哦，老師加油咯！加油！好，咱水裡一片咪當厲害哦，我用水染葱來做埋個料理咧，菜名按到水染葱甜不辣。哇！甜不辣，到底係放甜不辣，係本身做甜不辣？冇聽錯。等一下最尾一關嘅比賽咯，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！好，兩組都已經準備好勢，我們也等不及來看看其他隊嘅創意耶！現場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做得開始咯！我覺得參賽者真係比人哋還較有創意。係啦。係啊，見到了配卵，我攞來做甜不辣呢。我嚟解下芒糖機都有廣播事前哦，玉涵師傅又讓人傅強講，佢講南浦街水染葱有魚肉做的，而且顏色超可愛，對，跟他口罩一樣。真的？對，粉色。我冇試過誒。啊，唔過用下吼，岐山燕麥吼，粉紅色係豬肉做的，唔過杜詩豐賣吼，粉紅色有魚肉做的。哦，有分魚肉跟豬肉。水紅色的色係哪來的？色素，但是現在他們又用紅曲呢。哦，走馬。都看下來。開始剪呢？對，開始剪呢。我要問一下我們的純顏記哈，這個水染葱該不會是去亞洲的吧？唔係，係買嘅。特別買啦，哈。買。有個地度係嘛該？有嗎？地度係肉，豬肉啦。豬肉係，豬肉呢邊係。我哋對菜哈，最有特色嘅一隻。乜該？鬼是去亞洲呀？蘇梅哈，就是我們。好香哦！咁而家台灣要幾多年呢？6年。唔是。要幾多年？22年。22年。係，我每強家下做嘅。哇！我跟你說，吃到人要投票給我們。真的。我每強家啲22歲，22歲。那今天怎麼願意把它拿出來比賽啊？太感人了。打命，打第一命。真的太有心誒！謝謝。我見到動好看哦。所以等一下嘅膠係配色用嗬，配色嚟。要出菜啊，一開始人家就會用嚟上刀嘅，因為之前應該冇人用是吧？哦，冇，都不好嗬，雖然係細啦，最簡單嘅方式咯，煮米就是啦。對。就是無限，配卵縫片啊。薑咧煮下去都做好咧。好啦，你前個禮打個都真係。好。哇！你那邊有冇安澎湃咯？有，對你那邊很好奇呢。哦，梗有，我就會係。你們現在愛用嘅呢，是一顆圓圓的水果薯。山藥。水果薯嘅嘛。係。乜嘢啊？洋地瓜。係啊，一隻咖啡色的。圓圓的嘛。水果薯是叫賞色做對嘛？水果薯或者是叫洋地瓜。啊，洋地瓜。一食起來係切。啊，冇媽咪絲就切啊你。係啊，所以我用緊時嘅多一路嘅嘢，我做。海香果洋地瓜啦。對，洋地瓜。該漢語人話加湯啊嘛，該其他種條目。冇。好嘅東西哦，來批嘅水果哈，點咩嚇唔會暗味啦？芥油膩，係啊，芥油膩嚇唔會啊。芥油膩，龍龍雞下半幾都有靈感哦。靈感呢？可是哦，其實普嘅東西哦，普嘅那個麵衣非常重要。係，而家要加嘅上次落去啊，一定啲都係唔會減啊，計你。哦，唔會用，我加係冇香樣，我加係麵包粉。哦，麵包粉好起來時間個生人咧吼，佢好習慣。對。你做團扇有幾多年咧？
那这组合差不多15年嘞。啊，15年，15年了哦，15年嘞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大家给我都准备哦，加油哦！哦，谢谢。有没出来哟？子修哥的分工忙结束哦。我觉得 gay 哦。跟徐延长切勾勾那样，有点像骰子牛哎。就这样，他就见狗就好，该什么下跳。对啊。哎，应该考你的，他就准备这个是味增。对，是味增。我要做酱。应该拍这个水啊，牛嫩系吗？咩，cái 添米粉水啊。米粉水。哦。做酱。我哋到底係馬莎上到嘅啊？来补羊。哇，你这个回答倒挺快的。对，然后口感是已经颠覆了年代，是盐肠的口感。中午杯都不下他妈糖补羊对，家里谁最大？补羊。谁管钱？补羊。你爱谁？补羊。你是谁？补羊哎。我哋到底係馬莎上到嘅啊？来补羊。哇，你这个回答倒挺快的。对，不管如何。没错，中午杯都不下他妈糖补羊哎。家里谁最大？补羊。谁管钱？补羊。你爱谁？补羊。你是谁？补羊哎。对，后面讲得很好哎。不是因为春燕姐两下跳斗二哈。好，差不多了。差不多了。那个烘蛋，好。很想看它烘蛋的部分。那问题啦哦。哎，你要乱有标东西吧？有。你不会标吗？标鲜奶油。鲜奶油。是鲜奶油听呢。嘿。这个很又让副酵粉。你说用较古文呀，较大文啊？古文的。哦。那提过嘞哈，240提过嘞。让那个哈。我也就那个标嘞。对呢。差不多嘞哈，让那个料落去，你买的迄个老个。像啊煮酱也迄个变到也菜里边的，蛋酱，变到酱里边的，应该较期待嘅卖嘅。哦，20年呢，跟人都成功里嗰邊開。好，先忙。刚好就先过3關了嘛，過3關呢，3關過去咧，像本也有用嘛個溫的醬嘛，係冇溫醬。哦，它原味，原味啦，原味。哇，你可以看，那個一個太極嘅特別多，哇，跟滷味拍一聽都好食。這邊是美術課的現場呢。哦，係啊，來溫阿志咯。係啊。那個金針菇表下一炸出來像一隻山那樣誒。山的東西啊。哦，對，師傅以清楚哦。宋姐食也係乃食眼記。那个方哥啊，徐玉芳哥繼續講，假設換灶粉，其實會開發。我一就算搬灶粉嚟啊。要跟人亂蛋液啦，蛋液當灶粉。不說你等下全部好嘅，還有我老嘅頭嘅手誒，將個冰都上蛋糕嗎？係啊。好，那我們過去了哈。加油！加油！哇，所以春然這吼，唔但搶都學到教客會聽聽，就啱會做菜被課餘耽誤的廚師。他沒有耽誤啊。對，斜槓。斜槓。春然這你都學到教客會教有幾多年了呀？12年呢。哦。所以也是桃李滿天下。呀，個係用嚟底下要做醬料呀嘛？醬料都在燜呢。哦。那亚的有100多蛋糕嗎？精華來了，對，這個不適合加果肉啦。我沒有講話，不可以公開。我們不能泄露題。這個是不是用餘火？對，可能會好一點哦。可能是你的粉不對，粉太多，然後水太少。對，我先幫你關掉。現在要煮就會比較辛苦一點。對。一開始的比例如果抓到的話，就不會這樣。對，有粉太多了，它已經結團。你講嘅先講哦，無論阿這做龍羊飯哦，對子修哥來講都是最好的，最好吃的，最後吃的。對啊。你等一下哈，不是都按都，揉一些米都筍紅就，你可以換成這個當主要醬料。哦，你下我會變咯，唔是變過來吼。等，白睇嘞。來，要不要幫忙？好。同樣呢。廚師姐救一下好不好？
阿亮哥，等一下煎一下，呢，再煎一下。对对对，它还没有熟，所以不能晃。等熟了，它就可以起来。哦。鸦片迄熟嘅，但是鸦片全部冇熟，所以鸦皮有黏转机嘅，鸦有黏皮嘅，所以要等一下，等10下左右。好。那边的酱也帮我们调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赶快加水，不要再让它煮，先加水。它可以加梅子汁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，因为你梅子汁才是重点。对。来，师傅挺上来。哇，提这摆款到昂好嘅料理呢。师傅挺上。可以，差不多。等一下，你把那个酱汁过筛，就不会一块一块了。哦，酱汁要过筛，对，不然你的酱。阿亮哥就会阿亮哥。那我们要先来一倒数了哈，仙草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就来吃看那最杯面一罐奶煮的米丝较赞的哦。水烟草呢，迄来都新做哦，一定会设计料理，啊，唔过今日拿来做变化，先来吃看那风吹的，也可以用水烟草来煎蛋，用它来吃看那。这种系灵魂，动厉害，非常好吃。我觉得设计了有一些种诶是葱爆牛肉的披萨感觉，因为水烟草里面有剪过后哦，大家用呢变到含开有层次的小米耶。水烟姐有冇发明呀出料理咧？冇有，我做东烟呢，东烟12烟，我想让出来本大家试试看，东好些。按自身呢。子修哥吃到样板咧？东好些。朋友一定强，就会好些。哎，其实跟姜梅地北毒的那种奶味很重很香，就算做了30年的师傅吼，可能唔是食过安好食的哦。系啊，唔是上到，唔是食过安样嘅。系啊，动厉害哦，动厉害哦，动好食哈。动味，但是谁做的更好吃？哦。所以你要好好试看，那个许任聪。很不辣，好，来吃看那喽。水烟草泡哥哥还有底座的口感，很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嘛个？好的个糍粑，然后是口感是已经颠覆了年代水烟草的口感，它有发挥创意这样。水烟姐，你吃豆娘板？啲人用用哈当好食，当煮好，按 QQ， 按杂个些当好食。子修哥吃到嘞，了好些，伫个炸过的东西哦，唔可以上油，嘟好，嘟好啊！哎呀，不然老多叫咁要脚冻都用唔会哦，冻好吃。系啊，那除咗蓝水两片哦，做得上到许任聪拿了一种泡嘅，非常厉害。因为个地北都有甜粉啊、润肉嘅东西哦，加上肉落去以后，嘅香味会下出来。系啊，看过，加上水肉。泡过的许任聪哦，会冇料咧，加上其他的泡的金针菇啊、桃儿啊，其实都有像个日式的、日式的那种居酒屋用买，很厉害呢。啊，对你自己讲呢？你自己觉得？做对啦。我唔敢讲冻好啦，唔敢讲冻好，不过按用完去做对咧啊，酥脆吼，做对咧。系啊。啊，这系咪按用冻呛？冻肉鲜人啊，冻肉鲜人，啊，我是味道鲜人嚟，鲜人而是咧做嘅变化，那取到 Q 蛋哪这哦，从可以许多两下，你看，他每一句话都是从小孩那种出发，一做料理哈都是小孩喜欢吃，俺就会走本基都选，所以你看，这搭配啊，全部是声音好学的东西。真的，我觉得很有爱心。大家如果从镜头天哦，是看得出来哦，感受到阿姐对小朋友嘅重要嘅态度。我到底师傅运用办来评分呢？大家来看哦。好，紧张的时间马上到了，因为条件系1比1，先来请阿志良师傅抢本分数。风吹日分，大家看下邱师傅抢本分数。紧张，志良哥。谢谢你投给我们，这样公平。料片都做了10分吼，啊，我现在风水因为鸦片整形有较创意一些的啦，所以我就选择鸦片啦。
资料片做到10分吼，但是呢就会有一些建议啦吼，先建议冷水那边哈，万一是咧无共用的东西落去，可能会较有味些，比如讲。 你讲客家话吧，你可以倒一些吃盐菜，哦，可以打，也係講倒一些嘅怪事，透過悠嘅攪到盤入去啦，做乜要黑緊嘅？個鴉片咧，因為冇乜嘅好挑剔啦，咁係喺中間講嘅就係梅子肉可能要切些落去，唔得剪亂咧，直接攪到地板。哦，而個主題就係亂安軟。 啊，給加時光可以加一些酸酸的開胃的啊，整體口感米絲會見到會較好。謝謝。好，你下把又是補來講評。我先講紅炊紅炊水煙腸搭這個酸甜的味道，嘟嘟後也非常有創意。不過我比較介意的是那個粉沒有煮夠熟。好，大概好啊，冷炊呢，各用心啊。 它做出來會有4種口感，冇相同的食材，用冇相同的粉落去做，會用心。那酥吃久了會膩，所以有18酸味的東西哈可以解。那我覺得這個點是我給分的原因。哎，安子 say。好，一下成績已經出來誒，睇起架係妹妹有看到有學到冇呢？馬上出來頒獎咯！ 耶！好啦，今日嘅比賽成績已經出來哦，2組都可以得到2分，鼓手今日都係大頭名，恭喜！恭喜！再來恭喜！紅翠得到1000元嘅壓歲金，恭喜！咱是兩天哦，姊妹咪做得到1500塊嘅壓歲金。哦，先來問看下你嘅。 陳燕阿姊，陳燕欣賞200幾來參與嘅時，當用心看佢行開箱了，不開見到嘅20年冇來來睇下分享，200參與嘅心得，心情用辦來睇下分享一下。心情當好，咱在做在做，咱做嘅當好些嘅嗰個指數模樣哈，跟大家分享。新夢跟台師傅就講啊，叫做注意嘅地方哈，剛剛就學到啊，專業人啊，打注意白，新夢師傅，讓他陳燕欣賞。小哥200參與嘅感覺樣辦呢？感謝我朋友，同我來參加了節目，有機會哦表演我手藝本大家看。真的，真嘅好屬意，而且能夠兩公婆同心合力，一下做書，一下優秀，鼓手呢就大頭名誒，恭喜！恭喜！ 咱厝嘅阿姐老羅妹吼，強下來比賽哦，真嘅係非常難得嘅經驗啦。我哋老大家分享了心情嗎？我當歡喜哦，根本人家一家之主吼，有了機會幫我來了參加了種嘅比賽，我當歡喜。啊，詢問了個師傅，我根本識到人家料理當幸福。係啊，還有學到動作啊，錯噶，還有學到一樣啊，係啊。所以你看，就算吼做了30年自己哦，永遠學無止境，佢做啲互相交流。真緊。係啊，雪夢。哦，謝謝恭喜。今日到底係阿姐來報名，又係羅妹來報名嘅？羅妹。哦。羅妹，我想請阿姐來哈。我咪去到感謝吼，了一家之主。 本來有了機會，我就以前我就對煮就動有興趣。師傅佢個新嘅菜又本來專係有一隻靈感，因為老少咸宜，還有了區塊式嘅人吼，佢咪有需要安樣型。係啊，好，希望你兩沙。好，今日嘅節目呢，睇一下看得到，不管。2組表現2組菜色有創新嘅，沒有不開好美食。最主要係講做料理嘅時間呢，用心落去煮，還間呢將愛落去係最好嘅調味咯。係啊，所以今日非常歡迎所有中意煮菜嘅朋友嗬，大家來報名參加哦。一家之主，等來到亞道邊嘅大雕師分享不開嘅好美食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